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们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器。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將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個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6月24號禮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白河出身已經過身的議員張世賢，長期親近基層，對大興營區的交通建設、橋樑甲地方基礎工程非常的重視。為了感念張世賢議員，在議會定期會，蔡耀輝議員就提案。建議將白河最近完工通車的協進橋改名叫做世賢橋。對此，市長黃偉哲表示，用議員的姓名作為橋名並無適當，不過同意在橋邊設置解說牌來說明張世賢議員爭取改建的過程甲貢獻。這條橋就是通往目夾寮甲這個南172線的主要道路啦這民國70年就做的這個橋梁已經算老舊迄個灰岩橋梁即馬佫這個道路佫拓寬這橋都剩一半啦。這咱的百姓佇遐出入這遮久灰岩架的，大家攏歡迎
位佇咧白河區虎山里仙草埔的夏正橋，這當來因為橋體老舊，防洪能力不足，已經過身的前台南市議員張世賢，曾經佇頂一屆市議會第六次定期會提案，要求市府改善夏正橋工程。佇總質詢以及這屆地方會刊當中，持續對中爭取，希望徹底解決地方當年交通甲風災問題。如今夏正橋順利完工通車，議員蔡玉輝有新的提案，把橋名改號做世賢橋。張世賢議員登記來對地方迄個建設迄個道路上常常發生車禍，甲擴寬。那我們去落成的時候去剪彩。那我們就想說，為了這世賢橋這名較好，想要較好，咱的子孫世世代代為賢良之士。那又紀念張世賢，大概質詢，大概提案攏講到這個橋協進橋，那我們就提案說，呢更改為世賢橋，我們保留原協進橋這個名，那上面要增加一個世賢橋，以彰顯咱張世賢議員任內對地方建設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開當佇因個所在，一個足矮的橋，一個彎道的橋，會當擴寬，沒有讓百姓橋都愛塞車，無危險，足以保障百姓生命財產的安全。市長黃偉綽回應，雖然張世賢長期關心地方建設的努力值得肯定，不過以民意代表姓名作為橋梁名稱並無妥當，不過市府願意佇橋梁上邊設置紀念牌仔。記錄張世賢爭取夏正橋改建的過程甲貢獻。台南新聞林根說話採訪報道。最近有網友佇社群平台發文，提出台南市長黃偉綽佇年內多項建設甲市政成果，認為伊行事風格格調不實，卻常常被外界口說假稿。結果引來市長的小妹，也就是媒體人黃智賢留言回應。講伊的兄哥無擅長自我宣傳，甚至可以親像是哆啦 A 夢內面的大雄、喜憨兒，也因此造成一波網友替黃市長來講話。針對這個討論，市長接受訪問表示，拍好掠出親兄弟，小妹嘛袂歹，感謝小妹鬥相共來講好話。台南市長黃偉綽日前為着拓展農產品的韓國市場，帶市府團隊前往韓國首爾舉辦展售活動，並參加首爾食品展，得到2億的商機。黃偉綽也閣互看到坐小飛輪機回來台灣。你是不是其實就很習慣搭聯航飛來飛去？沒有，不習慣。不習慣？誰習慣了？沒有，那因為主要是很多公務都是白天啦，那白天做完了，那就有時候晚上，那為了不耽誤時間哈，就是把聯航當作統聯來做，因為統聯做我們搭統聯的時候，車上可以睡覺，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哈。黃偉綽常常回出國行銷農產品，雖然這回爭取到韓國對台灣的關稅優惠，對6月底延長到8月15，稅率對30%降到5%，也閣坐小飛輪機這件代誌引發一波討論，部分網友抱着懷疑的態度，對此有人直接發布，因為看到黃偉綽本人正佇咧等行李，歡喜跳舞拍片，煞無說離跋倒，甚至也閣打出黃偉綽添加佇機場困去的相片。黃偉哲連話都講不清，我覺得他很像大雄啊，就哆啦 A 夢裡面的大雄。他說那種喜憨，黃偉哲是個喜憨兒，你知道嗎？他連幫自己辯解都沒有能力，不花一些資源啊，好好的行銷你自己，或者把很多政策講清楚。你知道他居然回我什麼？他說這個行銷的費用是要花在行銷台南市啊，不能夠行銷市長啊。我說黃偉哲，你有病嗎？拍好倆菜親兄弟，那親兄妹嘛袂歹，好，那所以說妹妹幫忙哥哥講好話，我覺得很謝謝。宣傳上做大雄沒關係，但是做事上為市民做事上，還是要做哆啦 A 夢比較好。黃偉綽小妹黃智賢對網絡頂懸訛落黃偉綽政績的內容一一回應，雖然兩人政治立場無同款，也閣佇任期最後一天進前，攏會當持續替市民朋友努力做代誌，替城市增加更較濟建設甲福利。台南新聞林根陽說話採訪報道。
詐騙的手法真正是愈來愈厲害，而且長輩嘛是詐騙集團鎖定的目標。中嘉寬頻三冠龍上主車，甲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合作，培訓一批防詐騙的長輩經濟志工，親入社區，互長輩來教導長輩安怎防止詐騙。這志工閣設計短劇，用阿月以外土地差一點仔被騙去，互長輩了解防詐騙、保護財產甲個人資料的重要性。這群平均年齡72歲的長輩志工，經過去年中嘉寬頻三冠龍上主車甲着推廣中心合作，培訓的防詐種子志工，今年深入社區，配合宣導媒體視讀，甲着防詐騙。第一站來到永康區的新公里，佇個里長詹文俊，甲着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的督導涂家龍的帶領，有志工王月指定8位。因依着情景的短劇，阿月伊的經歷，因為繼承一塊土地，結果個主外樓被詐騙集團來鎖定，土地差一點仔被騙走，借此來宣導防詐騙、護財產以及保護個主的重要性。反詐騙宣導呢，其實在很多單位都有在邀課，那包括呢，我們已經配合過的銀行、郵局。甚至呢，我們在地的永康分局都有。那麼我相信今天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堂反詐騙宣導哦，因為我知道好像他們有在排練，有一出短劇要呈現給我們大家。所以呢，今天我們的到課的老人家，還有我們的里民朋友呢，我覺得非常非常榮幸來參加今天的這個課程。這群防止詐騙的經濟志工，佇個各行各業退休以後，一寡還閣佇個公家機關來擔任志工的服務，有稅務局、金融、保險等。借由阿月伊的防止詐騙情景短劇，同時嘛宣導政府的地址移動即時通，化解詐騙的技巧，裝熟悉。加做公務機關等，呼籲民眾佇個收到詐騙的電話，一定莫恐慌，先來查證，避免走入去詐騙集團的陷阱。小蛋姐對不對？不要馬上想說要轉傳給別人，我們要先對會害到自己，害到別人。我們要先看一下裡面的內容是不是正確的，然後再去聽聽看別人的意見。聽的話，你不是聽路邊的人講，你要聽，比如說它裡面的是醫療報道，你就要去問醫生，就要去問護理師，不是公幫了我熊公之前這些護理師講你得去相信。然後這邊幫我記一下，如果你沒有手機的話，也可以拍下來。這個是查核的8個步驟，要了解訊息的來源啊，然後看作者是誰啊，看發布的日期是什麼時候。根據警方受理詐騙案件的統計，114年度受理的案件有16萬件，財產損失金額超過893億。會中除了宣導防止詐騙，主辦單位中嘉寬頻三冠龍上主車，為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嘛借此來教導長輩認識媒體，面對資訊的發達。到底媒體的消息，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教導長輩學曉如何來判斷，佮着查證，避免受騙。台南新聞林延根採訪報道。衛生福利部公布的個人10大死因的前5名，分別是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甲糖尿病。其中心血管、腦血管疾病甲糖尿病，大部分甲肥胖、代謝症候群以及脂肪肝密切相關。目前研究顯示，若是長期睡眠健康無好，可能會增加肥胖、糖尿病、高血壓甲心血管疾病風險，連帶影響到整體健康甲壽命。成大醫院家醫部主治醫師鄭祥如指出，睡眠是維持人體代謝平衡的重要機制。當睡眠不足或者品質下降時，身體會出現荷爾蒙失調、胰島素阻抗及慢性發炎反應，進一步增加心血管疾病、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風險。近年來，睡眠的健康已經成為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議題。那睡眠不好的一個狀況，其實長期可能會導致身體的一些胰島素的一個阻抗性增加，還有荷爾蒙失調等等的一個狀況，甚至造成身體的一個慢性發炎。那這些
問題都可能會再進一步造成一些新陳代謝上的一個異常，導致一些體重的一個增加。那這些都會再進一步增加脂肪肝還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風險。那脂肪肝的部分，其實目前國人可能有1/3都有這個脂肪肝的一個問題。那這樣子的一個長期的一個脂肪肝的一個狀況，很可能在沒有控制的一個狀態之下，會進一步增加一些罹患後續肝硬化還有肝癌的風險。睡眠健康是維持代謝健康的重要基石。鄭祥如醫師提醒，民眾應養成規律作息，維持充分睡眠，避免長期熬夜，並透過均衡飲食、規律運動以及體重控制，降低代謝異常及脂肪肝風險。若出現長期失眠，建議及早接受睡眠評估及治療，因為唯有從改善睡眠、控制代謝異常及定期健康檢查3方面着手，才能打破睡眠問題、代謝失衡及脂肪肝之間的惡性循環，守護自身健康。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有一位85歲老先生被診斷出早期的肺癌，倒邊的肺有2.2公分大的腫瘤，不過因為年紀大、麻醉的風險高，醫師就建議進行立體定位放射治療。結果一冬後回診追蹤，腫瘤差不多攏無去啊。來看下面的醫療報道。國綜合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陳鴻玉表示，傳統放射治療需要較長時間，光是每日往返醫院就夠讓患者精疲力竭。國綜合自112年引進 Versa HD 奈米刀，可以為患者提供更精準、省時的治療選擇。SBRT 就是身體立體定位手術，就是傳統的放射線治療的時間可能會很久，那這個就是一個更精準，然後更短，就是單次劑量很高，然後呢，它的次數可以減少，然後它的效果又會更好，這樣子。陳鴻玉說，立體定位放射治療因為是非侵入性，而且不用麻醉，因此對年長者以及不適合開刀的患者是項很好的治療替代方案。早期的病灶可以使用這個取代手術，那它最大好處就是在於說它不需要麻醉，它非侵入性，所以對於一些病人，如果就是說他有共病症啊，或者是說麻醉風險很高的病人，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替代方式。那它的療效其實也不輸手術這樣。那在今年比較特別的是，它的應用又更寬廣了。好，對於一些癌症病人，以前我們可能第4期就會覺得說，就要做所謂全身性的治療，然後治癒性的機會降低。可是現在的癌症治療其實越來越先進，好，搭配上免疫治療，然後還有就是新的技術，其實對於一些少數的轉移的病灶，除了全身性治療，再加上一個局部治療的時候，其實效果會很好。另外，健保署在今年4月1日起，擴大給付早期攝護腺癌以及其他癌別轉移到肝肺的寡轉移病患，只要符合條件並通過事前審查，接受 SBRT 治療都能獲得健保全額給付，讓患者能夠獲得更精準、無創、短療程的治療方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基隆市政府結合31間在地素食業業者，推出素食業地圖，為7月1號開始到9月30號推出食素食業換好禮活動。民眾只要去合作的店家消費，並且完成指定的任務，就當兌換限量的豬、甲素食業造型的碟啊等等的特色商品。精緻盒子裡裝滿了創意壽司，還有各種壽司料理，通通擺上桌。黑白先鋒會，2026基隆美食盛典正式啟動，政府聯手31家在地壽司業者，推出美食地圖，邀請饕客前來尋寶。這3年，剛才我看到所有商家來參賽，我覺得他們所表現的是要讓大家看到基隆的魚是最新鮮的，基隆的所有壽司達人是最棒的。
很感激他們一起讓基隆創造更多的人知道基隆有最好的壽司，也謝謝議座對議會們對我們的支持，大家一起努力讓基隆變更好。許多隱藏在巷弄店家都來報名，主打產地直送最新鮮的魚貨。除了行銷幫助，我覺得推動基隆市的觀光，然後帶動基隆的特色壽司店，就是非常的好。因為我們在巷弄內，所以要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店裡就是曝光率不高，需要讓人進來看到我们。為什麼用基隆的魚來做壽司？因為基隆的魚是吃海藻長大的魚，它是甜度最高的，全世界的魚只有基隆沿海的魚是最好吃的。我用的壽司裡面有刺中、馬頭、頭抽，都是我們在地的食材，當地的食材。感謝基隆市政府幫我們的移民的推廣這些食材，讓全省各地的市民都能吃到這新鮮的壽司。非常的快，好厲害！講着就已經要做到第3個。來，我們宣傳記者會上，師傅捏出極致的海味壽司。市政府透過美食盛典活動，希望提升在地店家的能見度，透過壽司大車拼，吸引遊客前來尋寶。有白壽司跟壽司的一個活動。那白壽司的部分是我們7月到8月，我們會有一個人氣票選店家的這個活動。那由今年參加的31家店家來進行這個人氣票選。那民眾呢，不管是到店家去享用，或者是在網絡上面來進行票選。那我們會在這個票選中選出1名的這個人氣店家。那另外一個就是黑壽司的競賽，我們會在7月份到7月底來進行這個有意願的店家來做報名，我們會在8月份到店家去做評審那也希望能夠透過今年到店家來做評審的這個機制，讓店家可以充分表現他們的創意跟鮮度。基隆有豐富的漁產資源，孕育出獨特的海洋飲食風貌，期待透過壽司美食盛典展現出基隆的職能技藝，吸引更多遊客前來基隆消費，品嘗港都美食的魅力。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很好。桃園市觀音區農會日前舉辦1年1度的大金龜慶農大賽，今年總共有12位的農友參加。雖然受到天氣的影響，今年的金龜無往年的大粒，但是最後得到冠軍的金龜有444台金燈，而且參加全國大金龜的比賽，嘛摕到2座全國的優勝。桃園市觀音區農會日前舉辦1年1度的大南瓜稱重比賽，每一顆參賽的大南瓜都必須超過200台斤。今年共有12位農友同場較勁。觀音區農會理事長郭來傑表示，最後共有9位農友入圍，其中農友梁超用以444台斤奪下特得獎，展現觀音農友用心栽培的成果，也將代表桃園挑戰全國賽。今天是我們桃園市觀音區一個大南瓜的比賽，那要200斤以上才有資格來參加。但是我們最後還是入圍有9位，得獎的是梁朝勇444台斤第2名是梁信奇369.8第3名是曹勝訓324非常感謝他們非常用心。栽培了這麼大的大南瓜來參加每年1年1次的大南瓜的比賽，我們在全入圍的前3名會運送到淡水參加全國的比賽希望能為我們桃園爭光，讓我們再一次的為桃園得到的獎項在這裡還是再次的感謝各位農民大家的辛苦。事實上，要種出巨無霸南瓜並不容易。農友表示，今年受到高溫、多雨跟氣候不穩影響，南瓜的生長挑戰更大。除了怕水、怕熱，也要注意病蟲害、水分及肥料管理。南瓜從12月種下到6月收成，前後需要約半年的時間細心照顧，還得防曬、墊高，避免積水，才能長出又大又健康的南瓜。今年是南瓜我們台灣是高溫多濕的天氣比較不好種但是要顧的話，要像小孩要顧它每天都要給它照顧，冷跟熱都要很照顧它，水啦、肥料啦，還有那個病蟲害都要注意。
觀音農會後續也帶着這些得獎南瓜參加全國大南瓜比賽，並一口氣抱回2座全國優勝，也是桃園唯一獲獎的農會。而這些巨無霸南瓜將在7月4號起桃園電花季展出，讓民眾賞蓮拍照之餘，也能近距離欣賞觀音農友的努力成果，看見在地農業實力。記者林婷報道。陪伴高雄人19棟的文具南霸天自由分店，現主時傳出地主開出高價，要將店面甲土地做伙賣出去。雖然幫眾分析，文具店目前依然有穩定的作用，短期內袂關店，但是北高雄這塊黃金地段後續動向，嘛引起地方高度的關注。一大早，文具賣場門口顧客進進出出，生意看得出來相當興旺。從高雄起家，有文具南霸天之稱的大型連鎖文具店，如今分店高達24間。但位在左營，2007年開業至今的自由分店，卻傳出地主開出高價，要將建物與土地一併出售的消息，讓人不禁聯想到是否因為網絡購物的興起，衝擊到實體店面的營業。因為文具它的單價其實已經算蠻低了，那你扣除掉一些店租之類的，那當然網絡購買會比較便宜，可是我還是喜歡到實體店買。只要你想買的小東西啦、什麼啦，或者日本的，它都有。我覺得它就是什麼都有，所以什麼都買得到，就蠻方便。然後如果沒事，因為有時候會不小心，其實只是要買一支筆，然後就不小心在裡面待了1-2個小時。然後花了很多錢。而文具店所在的自由2路不僅臨近大賣場、百貨公司，還有大順路商圈以及自由黃昏市場，商業與生活機能都相當成熟，已經是北高雄重要的消費軸線之一。加上周圍人口聚集，是相當適合開設大型連鎖文具店的地段。25期哈，像凹子底這個區塊已經開發30年了哈，它重劃30年了。那因為人口成長密度也蠻高的，而且商圈繁榮哈，不管是輕軌啦、捷運啦哈，那還有就是整個商場哈，該有的設備都有。那當然量販店有它需求的一個人哈，要去採購，那它也必須要具備一定的量哈，量大量多，它才能去買。那如果一般家庭啊或學生啊哈，如果要小量購買，一定會去這一間買，會有基本上非常大的一個商業文化在。房仲業者分析，地主開出高價求售，主要是看好北高雄的發展潛力。不過，由於該店面目前仍有穩定租約，短期內文具店應該還不會吹熄燈號。未來不論是現有租約到期後換地主，還是文具店選擇另闢新點，這塊黃金地段的後續動向都已經引發地方高度關注。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6月2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要趕快不去了。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危險，為了你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我
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